希望即係局長即係考慮下啦。第一咧就有關呢個嘅電梯嗰個維修嗰個嘅即係合約嗰個嘅壟斷同埋嗰個嘅問題咧，就過去多年嚟不斷㗎啦。即係啲 lift 製造公司咧就嗰個嘅即係 lift 嗰個即係嗰啲零件咧，就如果唔係佢自己負責維修咧，其他公司同佢攞咧，嗰個價錢係極為昂貴嘅。即係透過嗰個價錢嚟控制嗰個維修合約。因為即係佢不合理地將個價錢提升，或者係甚至有一啲嘅即係 lift 嘅配件咧，佢直情唔放出嚟嘅。你都知道，而家呢啲越嚟越多係呢啲電子零件啊，你冇啲電子零件咁就冇可能做到個 lift 嘅維修合約。所以嗰個 lift 製造公司將嗰個配件嘅控制嗰個嘅手段咧，嚟令到嗰個投標咧係一個唔平等嘅情況之下進行嘅。我諗局長應該全面調查下呢個情況，因為好多法團都即係鬧咗好多年㗎啦。咁但係即係好多時咧，都基於個零件嘅問題，係被逼要用翻嗰間嘅即係lift製造公司咧，係做翻嗰個維修合約嘅。個價錢係高昂到係離晒大譜嘅，直情係咁所以即係希望局長關注同埋進行調查呢個問題咧，令到即係還翻呢一個嘅俾小業主一個嘅公道。第二咧就唔知局長可唔可以考慮咧，就係即係家下關於邊啲公司嘅表現咧，一般小市民法團好難知道嘅。我唔知機電工程署會唔會整個名單即係究竟嗰啲嘅lift公司過去有幾多次嘅意外啊，有幾多次嘅警告啊，有幾多次嘅問題啊？即係你可以俾兩個名單，一個就係原廠嗰啲 lift 嗰個嘅表現。一個就係啲維修公司嗰個表現，有幾多隻黑豬，有幾多隻白兔，大家都清清楚楚知道嗰陣時咧，等一個法團去做呢一個嘅邀請啲公司落標嘅時候咧，都清楚知道呢啲公司嗰個嘅表現同埋記錄係點樣樣咧，就唔使喺誤導情況之下咧，就信咗一啲公司咧，就到時影響嗰個嘅生命安全啊。局長，處長。第一點咧 A 嗰度咧就係關於配件嘅問題啦。咁即係就嗱，佢嚟講，即係如果你話控制嗰個價錢咧，喺我條條例度係講安全噶嘛。咁但係我哋最緊要講安全咧，就係嗰個新嘅承建商咧就。處長，我哋焦點係答嗰個電腦零件，佢係問嗰個電子零件。如果電子零件咧，我哋曾經試過就咁樣嘅。咁咧就係如果佢因為佢接呢個工程嘅時候咧，佢自己要知道佢責任噶嘛。咁有試過見過有啲例子咧，佢就自己如果係電子線路嘅咧，佢就自己改咗個電子線路。當佢改個電子線路嘅時候咧，咁佢咧就係你冇答我問題，我係直情去透過呢個控制嘅零件而控制個投標價格啊嘛。咁呢個係即係我叫你去調查，你唔即係你唔好否定我個講法。總之呢個係一個鐵一般嘅事實，呢個情況係普遍存在嘅。好多法團都投訴咗好多年㗎啦。你個民政處一攞啲資料咧，民政處負責跟進法團，我可以同你講好多呢啲例子。唔好意思啊，陳議員。佢第二個問題都未答，會唔會研究啊？局長？第一個問題咧，我哋去研究下啦。不過即係陳議員會明白呢個已經超離咗我哋先講嘅安全，係一個商業手法或者有冇競爭呢個問題。但唔緊要，我哋都會睇。第二個問題好簡單講咧，就其實處長係講過咧，就我哋有一個內部嘅即係記分嘅制度。但如果要佢變為一個公開上網，大家睇到咧，我哋要慢慢研究嗰個法律嗰個基礎，因為法律冇寫呢樣嘢，好嘛？好，梁國雄議員。主席。咁我係羊毛工會會員啦，以前而家冇交會費啊。咁我以前咧就30幾年前咧有首歌唱叫美國電梯喐啲死，即係講嗰個奧迪斯嘅。我覺得喂30幾年前已經咁講㗎，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咧嗰間美資嘅公司咧剝削工人，今日一樣。正話阿卓人講嗰啲咧就係咁㗎啦。而家個問題係點樣咧？就係我不停咁收到啲人打電話嚟，就係話佢哋前線嘅工作人員咧，個工作個勞動強度好大，即係去到咧根本係橡皮圖章嘅，即係好似我哋普選咁樣抌一個印就走㗎啦。個問題喺度係咪？即係前線係因為嗰個工人個勞動強度好大，去到咁樣睇睇。二人三足嘅就係話去到即刻去現場簽咗畫咗押，跟住個工程師又去畫押喎，呢個先係個問題。呢個第一個，我覺得即係你唔係從呢個角度去解決咧，因為我都呼籲嗰位打電話俾我嗰位工人同埋其他打俾我工人咧，要勇敢出嚟作證，就係佢哋話佢哋個即係根本就係一條龍咁樣去作業嘅，係不符合呢個安全。呢個第一。第二就係關於
即係呢個零件嘅問題啦，係咪？零件缺乏。咁嗱，我想請教，即係你哋有冇啲咁嘅數據㗎？即係平均一個工程師嘥幾多時間喺個 lift 嗰度，一個工人嘥幾多時間喺個 lift 嗰度，有冇咁嘅數據？有冇 data？第二咧就係、我想請教你哋就係呢一個，你話公佈嗰啲資料係有冇法律嘅問題咧？我覺得政府就算有法律問題，都搞掂個法律問題去啦。披露為主啊嘛，賣股票都係咁啊哥。而家跌落嚟死人嘅，你唔係披露為主，點搞啊？即係你迷債啊，都披露為主啦。即係呢個證監會嗰度，你而家話俾我聽，喂，因為大商家可能告我喎，我不能以披露為主喎。阿梁議員仲有幾十秒咗。我唔使㗎啦，你講埋我問，即係佢答唔答都算啦。呢啲根本老實講嘥氣，得3分鐘。好，再廿幾秒。簡單講咧，就係以前講嗰個工程師、工人啊，做咩工程啊，咩時間咧，我哋嗰個啱啱個工作小組咧，就已經係深入研究個問題。之前都有嘅，但要加要細緻啲。你一個咧知道唔同嘅 lift 咧，有佢唔同嘅設計啊嘛，高度啊等等都好唔同嘅。工人做咩工程咧，做咩時間咧，我覺得係會工作小組會進一步研究呢個問題。披露為主同埋有冇 data， 有冇 database 俾人哋睇啊？一個工，你俾佢答啦。嘥幾多時間喺 lift 嗰度？用工作小組守則做咗出嚟咧，當然係可以披露啦。有冇 database？ 係咪披露為主？係可以披露啦，可以披露啦。咁啊，局長話要有法律問題啊嘛，你快啲改法律咯。黃容根。